台湾特别建立超高龄的社会，来看高雄市台东社会主体有一个长照站，因设计真侪活动，和老大人来参加哦。逐工的下晡哦，还有伫遮在卖胖，带大家来看这真友善的社区。好，各位赞。伫高雄市台东社会主体下路长照站，听到棒球黑演曲，互长辈的脚步哪跳，哪想到新闻话题，也甲较早的记忆。这个活动是专门为研发组设计的动脑健身课程。因为大部分的长辈他已经跟现在的时事是慢慢有点脱离，那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当中会去用互动的模式，想办法先去牵出他的长期记忆，这对他的大脑功能都是一个好的一个运作。为了应用高龄化社会，社体一楼设计关怀据点，那为高龄长辈提供多元活动，也欢迎无共缘的人，也甲族群做伙交流，消除人甲人的身份感觉。希望在这边做，就是让各式的身心状况，或是各式的经济状况也好，我们都跟大家说，我们都要把彼此承接住。关怀据点嘛，为中高龄者创造社会参与的机会。若是下晡时啊，社工师就协助长辈塞餐车卖胖，互因甲厝边姊接的时阵找到成就感，同时嘛传递社区的共生理念。其实聊天的过程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支持的力量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卖的不是只有一个面包，其实他卖更多的，串起更多的人情味。对社会的进步，关怀据点嘛慢慢转型，透过扩大服务范围，甲推萨族群做伙生活，一步一步创造互助更好的社区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